嘢都睇唔到，翻屋企條路又揾極都揾唔到啊！邊個？嚟啦！出嚟啦！偷偷摸摸來藏着古惑想法，閃閃縮縮，別要俾世人發現吧。好心點樣得好報？衰一點感覺更好。貓黨已經跟我成為壞細路。有一次，有個阿婆拎住好多食物經過呢度，低身彎腰，原來仲要拎滿食物。多麼辛苦，沒一位幫佢真現實。靠我出手幫佢清晒，食物全都吃晒，講真戚嘅一生輕晒不算壞。有一次，有個男人經過呢度，叢林熱到使他衫褲濕晒，好晒。狂流汗腦袋也就嚟壞。喵，就讓我去將衫褲亦攞去偷去，自問令佢輕鬆沒有罪。亂群地推使佢玩廿歲，不怕亦都繼續推。聽落下聽落下女，再游泳那算衰。多大學總算熱身，玩佢哋總算就緊，整蠱一下都算做好人。不半激氣水撈飯。你哋係咩人啊？我就係狐狸，我係大貓，兩位助手，果子狸、花炮，我哋就係路見不平，踩多兩腳嘅狐群貓黨。快啲睇下仲有啲咩偷啊！拜拜。喂，呢嚿燒木頭啊，